tsama tashi dile tringi ki lo de nipa ki lo tse sumpa tuki ta lo tse sumpa de khalas na 谈论活动谈论了是呢我就举对切吧我们来给它写吧了过过谈论活动了是呢连顾了样啊就 activity 了但旅行就当然给参加了活动了一点但谈论活动了是呢我自己的连顾过来给它写吧来着呀我你的这里给看上的他第五了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了呢就让가르치기了干什么来给的我自己定义了做什么来就了难得记吧嘞你在干什么就가르치기我在看书了呢我在我约吧了看了呢到了书了呢的我在看书了呢我的带个大可惜跟我的logo月了就到记吧嘞我在看书我在做饭我在做饭了呢你给卡拉苏个月了我在做饭你卡拉苏个月了你在看电视吗你在看电视吗了呢就让给看了呢到了电视了呢容易了当我自己 TV 了吗了呢就我的你在看电视吗了就给容易带个月别了是的我在看5频道是的了是这了我在看了呢我带个月了5了是那个频道了是那看了是我自己听了了呀但我自己channel了的channel了我channel我的带个月了是没有我在听收音机没有了是那没了啦我在听了是那我你个月了啦收音机了是那但我自己看来 radio 了当我就容易没有去按住年纪不有了对了收音机了你去哪儿了是呢像考这一了哪儿的哪里哪里去把的对面你去哪里了呢就过了但你去哪儿了是呢就考这一来着我去上班了是呢我那个这一了我去那个做了上班了是呢那个做你在给谁写信你在了强约不了给了是呢能进我就这把了过过一定要陪同你拉拉过拉谁了速度写信了是呢一个图你在给谁写信了是呢就让你出来一个提个月了但一个提我的听一来着就出来了这提个月了是给一个老朋友了是呢主播你把起来提个月了但主播你把起来老了是那么是见过了那朋友用的了是呢我就肯定那看着过过的你把了过过老朋友了是呢主播你把起来提个月着嘞这周末你将干什么这周末这了是呢得了得说的周末了是呢人去了是边把你嘛 weekend 了呀你了是将了是忙不的是吧干什么了是呢开始去吧但像你顶上你给人去的了像开始去一了他忙不是我的你人去的了像开始去一了我要去听音乐会我要了是呢我过吧我要去了是呢 I need go 我这个月了听了是呢你玩按就给你玩音乐了是呢写了过我就写呀会了是呢但我就个人定中了人长吧但音乐会了是呢写给没忙不长的去了吧对了音乐会了但我的陪同大大的嘛所以你不见这些提小了我与朋友去郊游我与了是呢我谈了过我的与的和你那里去把的我和朋友来了这个我与朋友我当主播去了是多了郊游了是呢说了强强做吧了过过就是
OK， 我的主播，你说了强不强主语了是交友？你喜欢交友吗？了是呢？强说了追了，说了强不强追了？购物有别了是？是的，我很喜欢了是这我别购物有了是吧？他丢我了给一点有的对。是的，我很喜欢是吧 ？OK， 但你丢讲的嘛，可怜去落给的是吧？可怜去呢。谈论活动。你在干什么？我在看书。我在做饭。我在看电视吗？你在看电视吗？是的，我在看5频道。没有，我在听收音机。你去哪儿？我去上班。你在给谁写信？谁写信？给一个老朋友。这周末你将干什么？我要去听音乐会。我与朋友去郊游。你喜欢郊游吗？是的，我很喜欢。OK。